各位朋友，我係劉林昌，今日咧又係我嚟幫大家華山論世啊！咁我哋周興咧就一直講，我哋華山論世係講咩？係講世界嘅大勢啊，大形勢。咁啊，世界嘅大形勢無非就係兩樣嘢：戰爭與和平。就係而家當今世界兩大要素。原來呢一集咧就好想講咩嘢咧？就係講我哋國家將明年嘅 APEC 就定喺深圳啊！大家都知道深圳啊，幫我哋香港一河之隔，深圳開 APEC 啊，相當重要。中國係展示啊，我哋國家繼續改革開放嘅一個面貌。咁但係對於我哋香港嚟講，喂，真係一個真係非常非常強烈嘅東風。哇！深圳開 APEC 嗰啲來賓啊，假如美國嘅總統特朗普啊都話要嚟參加啊，當然佢未必參加啦，因為明年佢話4月份就要訪華啦。咁啊，跟住啊到11月又去深圳，係咪太密咗啲呢？咁係咪佢會有另外嘅考慮呢？啊！但係明年11月佢中期選舉啦，如果去深圳行一趟，可能對佢中期選舉有利。咁我覺得佢都會去嘅。咁假如特朗普去深圳嘅話，係咪架飛機先落香港，然後坐架專車去深圳更加方便啲呢？咁呢個我哋香港係咪都係至少喺國際嘅關注獎上面係咪都得益呢？無論如何，深圳開 APEC 對於香港都係一個機會，係重新展現我哋香港國際都會嘅面貌嘅一個機會。所以咧，原來好想展開講，但係又睇到俄烏戰爭咧又有新嘅進展啊！呢個普京話紅軍城我要開放俾國際媒體去呢個參觀。咁佢講咧一番話嘅，佢話我哋要優待呢個烏克蘭軍隊嘅俘虜或者士兵，只要投降我哋就呢個俄軍咧就會優待你俾你食，俾你住，俾你咩啦，所以講好多話。咁跟住咧就話呢一個咧可以開放一個通道俾外國嘅媒體嚟參觀。咁事實上普京咁講，你大家知道成個紅軍城嘅形勢係點啊？當然而家咧喺自媒體上有好多不實嘅消息有啲又話呢個烏軍咧就派直升機機降落去，咁又俾俄軍殲滅，有啲又話呢啲係假嘅有啲甚至話裏邊咧有10幾萬人喺度激戰所以呢個烏軍又有幾多被包圍無論如何，紅軍城嗰個戰爭嘅態勢咧，就目前非常之清楚點解呢一個紅軍城咁重要咧？而家甚至有好多嘅外國嘅軍事專家講，即係實際上而家就係二戰時期蘇德戰爭斯大林格勒戰役咁樣嘅地位。斯大林格勒戰爭咧喺1942年底打到1943年初當時咧就係我自己都覺得係德國軍隊係發動最後一次強大嘅攻勢，要呢個戰勝呢個前蘇聯一次強大攻勢。雙方動員嘅兵力咧係300幾萬。咁而家你俄烏戰爭打嚟打去都話嚟話去都係20-30萬人嘅啫。當時斯大林格勒係300萬大家坦克大會戰，最後呢個前蘇聯頂住咗德軍而且從此作為一個轉接點呢個蘇軍就進行戰略反攻，最後打到柏林所以斯大林格勒就係一個重要嘅戰場。咁而家外國軍事家將紅軍城呢一戰又比喻為斯大林格勒，係咪呢一次係表明未來俄烏戰爭又去到一個重要嘅轉折點咧？紅軍城呢個俄羅斯有俄羅斯嘅名呢個烏克蘭有烏克蘭嘅名，咁我哋都無需要去介紹啦。咁佢哋都將佢有
一個別名就叫做紅軍城啊。當年佢有一個歷史嘅意義。呢個城鎮咧，其實人唔多啊，人口係10幾萬，但係佢而家咧喺呢一個地區，即係頓巴斯地區嘅一個非常重要嘅一個戰略樞紐地位。佢有5條重要嘅鐵路同埋公路通過呢個地方，係烏軍嘅重要嘅一個補給線亦係一個重要嘅戰略嘅後方嘅支撐。咁如果呢一個城攞落去咧跟住就向西就完全係平原地區。如果俄軍係繼續推進嘅話，烏軍好難重組一個防線。咁紅軍城呢個地方咧，烏軍喺呢度經營咗從2014年開始就經營咗成呢個10幾年將好多嘅呢個裏面嘅城市街道，簡直就係變成一個碉堡，一個城市嘅堡壘一樣。而家咧，好多人講，實際上而家呢個紅軍城嘅戰鬥就係一個非常非常殘酷嘅巷戰。咁由於而家實際上大量嘅使用無人機幫以前嘅巷戰用步兵一個一個大樓咁樣去攻克，即係包括當年蘇聯打呢個柏林嗰時候攻克呢個國會大廈，都係用士兵一個一個咁搏命衝上去。而家就唔係，大量咁用無人機，用其他嘅無人武器，所以咧個戰鬥嘅嗰個殘酷性咧，人員嘅傷亡咧可能就會比較少啲，但係都係一個即係實際上係一個非常激烈嘅一個巷戰。咁而家城嘅形勢咧總體嚟講，我睇過所有嘅呢個西方嘅包括呢個俄方嘅戰報綜合起嚟，大概有85%嘅呢個城中嘅地區咧，就已經俾呢個俄軍佔領啦。烏軍就剩翻少數嘅。咁而家烏軍咧每日嘅投降嘅士兵就不斷咁增加，即係實際上俄軍要完全佔領紅軍城已經係指日可待時間就係無多噶啦。咁大嘅形勢就應該係咁。咁但係咧即係澤連斯基又唔認輸佢而家據說咧佢幫烏軍嘅司令咧又係矛盾。烏軍司令覺得係冇辦法再守，要將剩下嘅軍人全部撤離但係呢個澤連斯基可能最主要係考慮政治上嘅問題。如果你呢一個紅軍城失咗佢，佢幫呢個俄羅斯停火嘅談判嘅籌碼就係完全就冇晒。咁我睇而家實際上最重要對於烏軍嘅支持，其實最主要就係歐盟北約。但係北約裏邊咧，美國其實唔係咁支持，最主要仲係歐洲嘅部隊歐洲其實講嚟講去呢個歐盟而家主要就係德國同埋法國啫加埋意大利其他啦。英國咧其實都係企喺旁邊袖手旁觀。呢個歐洲就覺得，假如烏克蘭呢一仗輸咗，俄羅斯嘅勢力就大規模咁西進就去威脅到成個歐洲嘅安全，所以佢哋覺得係呢一仗唔輸得所以一定要呢個澤連斯基頂落去。咁但係歐洲咧自己嘅經濟力量、軍事力量同樣係存在問題，能夠俾到幾多嘢呢個烏軍咧？大家其實咁多年一直可以睇到都係有限嘅。咁而家美國嘅策略特朗普話係咪俾戰斧俾戰斧巡航導彈俾呢個澤連斯基之前我哋都講過戰斧係一個好老式嘅巡航導彈，但係佢個射程係相當遠，係可以威脅到呢個成個呢個俄軍嘅呢個腹地，甚至可以威脅到莫斯科。咁如果係俾咗美國俾咗呢個戰斧俾咗烏克蘭，咁實際上咧就係呢一個戰爭咧就意味著升級啦。咁呢個幫美國要求將呢個戰事係停落嚟和談，即係特朗普成個設想咧係相反嘅。所以而家呢個
特朗普喺猶豫緊。咁作為咧普京，我覺得佢而家係有兩個考慮。第一個考慮咧，佢覺得而家俄羅斯嘅經濟咧，其實原來嘅戰爭號令打戰爭打到頭3年之後，俄羅斯嘅經濟係一直係上升嘅。咁最主要咧好多專家都講佢係享受咗戰爭紅利。由於全國總動員進入戰時狀態，佢嘅軍工企業軍工開足工就刺激到個 GDP 上升。咁但係到而家打到第4年啦，咁呢個戰爭紅利實際上已經耗盡。你反而係將大量嘅民生嘅資源用於軍事，你影響到你基本嘅經濟建設。所以咧呢個戰爭再繼續打落去，對普京嚟講都係不利嘅。普京實際上佢都係停火嘅呢種嘅要求。咁但係咧，我哋睇翻普京，佢好強調一點，佢就係想要頓巴斯。佢烏東4個州，佢最後而家最新嘅提法就係話，烏東4個州，佢只要攞晒頓巴斯100%喎。咁而家大家知道，佢攞頓巴斯咧，仲未完全攞晒，佢仲有大概10幾啦，仲係呢個烏克蘭佔領。佢想將頓巴斯完全攞晒，作為佢一個停戰談判嘅條件。佢甚至其他州咧，扎波羅熱嗰啲咧，仲可以讓翻俾呢個烏克蘭。點解佢咁睇重頓巴斯地區咧？頓巴斯地區實際上係烏克蘭嘅工業重地，佢烏克蘭所有嘅工業啲嘅產值啲嘢都喺嗰度。再過去西面咧就係農業地區種小麥種嗰啲嘢，咁就相對嚟講就係冇咁重要。所以呢個將來我哋睇翻，假如係真係停火，可能即係普京就係要咗頓巴斯地區，佢就 OK 噶啦。咁但係呢個就要睇澤連斯基肯唔肯啦。咁到而家啦，非常關鍵嘅問題，大家知道俄烏戰爭其實最重要問題就係美國到底嘅態度係點？特朗普上嚟係將呢個原來拜登嘅戰略就完全推翻咗。特朗普係希望可以讓步。咁喺呢個讓步過程中咧，呢個普京咧就攞另外一個籌碼，就係要修復俄羅斯同埋美國嘅關係。咁呢一個咧，亦係普京係迫切需要嘅。所以普京喺呢個停火談判裏邊咧，就係可以作出一啲讓步。最關鍵佢又係要睇到俄羅斯同埋美國關係嘅修復。咁而家點樣去判斷呢個特朗普佢未來喺呢一個歐洲嘅戰略，甚至喺全世界嘅戰略咧？我覺得最近咧有3個信息係大家一定係要知道嘅嚇。一個咧就係美國嘅情報總監叫做加巴德嘅，佢公開講，佢話而家美國已經唔再執行推翻他國嘅政策。大家知道啦，其實好多特別好多細個國家，顏色革命包括好多嘢，其實都係有美國嘅搞手喺度，喺中情局通過俾錢通過好多嘅手段去推翻，將人哋國家嘅政權更迭，去培養一個親美嘅。咁但係呢度要使好多資源啦。咁特朗普之前就將美國嘅國際開發署已經停運咗。呢一個信息，咁呢個好多人懷疑係咪真係美國係咁做啊？咁我覺得咧未來係咪真係咁做咧？我都覺得係一個參考嘅。咁另外一個好重要嘅美國蘭德智庫，蘭德智庫咧係美國一個非常重要嘅智庫，喺世界上幾次重要戰爭，包括朝鮮戰爭佢都係作出一個非常準確嘅預測而且提供好適合美國利益嘅一啲建議。咁呢一次咧，佢就新提咗一個叫做穩定美中建設嘅戰略。其中有咩嘢咧？我覺得呢個大家咧都不妨要了解一下。佢有6個措施，一個咧就係要講清楚中國同埋美國競爭嘅目標即係中美未來雙方面要達到咩目標，要講清楚。第二咧，要重建高級官員之間可信賴嘅溝通渠道中美要有一個可信賴嘅溝通渠道。
第三咧，要改善雙方面嘅危機管理嘅做法措施，甚至要定一啲協議啊。危機管理而家最驚係咩啊？一個係南海，一個係台海啊。中國喺台海一個大演習啊，要唔要通報美國咧？美國喺呢個日本喺呢個南韓搞演習，要唔要通報俾中國咧？咁呢個咧都係問題。第四個要尋求一啲正式嘅具體嘅呢個協議啊，要有協議啊，包括呢個公開嘅或者係呢個唔公開嘅。總之雙方面要有默契。第五咧就係雙方面呢個要有一個關於核戰略嘅一個協議啊。我哋上一集講到全球嘅核嘅問題啦，咁核當然係一個非常非常重要嘅問題。咁美國蘭德公司話中美之間關於核都要有一個默契或者一個協議先能夠保證雙方面呢個關係嘅穩定。最後第六個喺一個共同利益同埋人道主義關切問題咧中美要加強合作，就提出6點呢6點我覺得真係好值得呢個北京嘅智庫去參考嘅。咁另外佢仲呢個報告咧仲提到咧中美喺台灣問題、喺南海問題、喺科技競爭呢三大焦點問題咧都要去傾，都要傾到一個雙方面合適嘅一個原則或者協議咁呢個蘭德公司集團嘅呢個協議咧，我覺得對未來中美關係影響好大。咁同時仲有一點就係五角大樓係提出最新一份嘅國防戰略，所有呢啲大國對於國家嘅戰略都係有一個好鮮明嘅制定，係有一個指引嘅方向。最新嘅美國嘅國防戰略提出個咩後略，即係將保衛本土與西半球嘅安全提升到戰略優先順序嘅首位。佢話保衛本土即係美國本土與西半球嘅安全係排第一，第二係咩？第二先係應對中俄嘅大國競爭第三先係一啲呢啲非核心地區，中東呢個非洲呢個非核心地區嘅問題。所以我自己覺得呢三樣嘢加起埋嚟，就反映到美國特朗普政府而家嘅所謂嘅收縮戰略。所以喺呢個收縮戰略嘅指導下，美國對於俄烏戰爭嘅態度，對於中東嘅戰爭態度，都係希望停落嚟喺度。咁點解呢個美國會有個收縮戰略呢？咁仲係我哋前幾集講到嘅美國而家內部問題好嚴重即係而家仲係停擺呢個38萬億嘅呢個國債股市又唔知道幾時崩世界上去美元化嘅趨勢又不斷去加強呢啲嘢其實講起嚟可能有啲悶，但係咧我哋真係都不能不知今日先講到呢度，我哋以後再見。